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洪明报道，北台湾水汽真侪，透早落的大水雨，造成双北市真侪所在拢有积水，包括新北市芦洲、五股、石碣，有的所在是淹到一个点遐尼悬。桃园连续3天失电，影响上万户。中山县批评能源政策无路用，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主要是设备坏去，唔是欠电，大家就事论事。阿拉伯地区落70多天来上大的大水雨，杜拜机场因为淹水，真侪航班万分也是取消。这场大水雨也造成当地19个人死亡。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洪明报道，北台湾今仔日水汽真侪，透早落的大水雨是造成双北市真侪所在拢有积水，包括新北市的芦洲、五股甲石碣，有的是甚至淹到一个脸啊遐尔啊悬。台北车站内底这通道也是共款积水，另外影响到机场的捷运。也那北投中央北路二段附近，这暗坑淹水，有2台车受困，加在是无人受伤。经过车拢放慢车速，新北市芦洲区复兴路往宽体大道方向，大台北市场附近，因为透早强降雨，路面规个积水。啊，毋过新北市毋那这边出现积水。轮胎过半。就连芦洲往五股的爆旱积水悬度嘛有半点悬，甚至嘉东路中德国小附近原来出现细条河。无大雨就淹个啊，无进前暗捌啊，6点就雨大大，就开始淹啊。10日透早，北台湾熊落大水雨，伫新北市中德国小边的这条巷啊，一规个大淹水，会使看到这乌多摆拢倒伫涂骹，水上悬的时阵差不多淹到一个脸啊，遮尔悬。即马相关单位嘛，赶紧调抽水机来做处理。新北三重埔新庄五股泰山包括石碣，第一时间的强降雨量每点钟拢达到70毫米以上，造成真侪所在积水。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强化3级开设，市长侯友宜讲，真侪所在积水拢已经排除。积淹水除了戏子有一件是因为工地围墙挡到我们排水系统，所以目前也在抽水当中。其他的积淹水都已经解决。那新北、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附近的暗坑嘛淹水，造成2台车掉伫内底，好在暂时无人受伤。台北车站代替往机捷连通道嘛出现积水，民众一直讲那亲像游泳池。现场有封锁线，工作人员无用清理善后。虽然捌影响机捷的营运，不过积水已经排除，恢复旅客通行。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到早起9点半，这阵大雨造成16位积水，拢已经消退啊。树仔倒去有5件。气象署提醒，大雨可能会有雷公势那甲透强风，民众出门爱注意安全。而且18暗时雨会渐渐减少，19方面会慢慢离开，不过水汽也是会较济，各地也是有落雨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而这方面报道，真侪所在也传出淹水的状况。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全台湾不时拢有落雨，差不多伫暗时8点了后，这雨就会落较厉啊。也那拜6礼拜这天气还阁是袂歹的。提醒民众，这几天这天气变化是有影较大，所以要随时来注意气象资讯。透早的大雨，让北部民众出门上班、上课真无方便，尤其部分地区甚至传出淹水的消息。气象署拜四早起针对嘉南、双北、桃园、新竹县市发布大雷雨特报。气象署表示，受到风面影响，早起落伫双北和嘉南的大雨，1点钟落差不多50至70毫米左右。其中新北五股和台北南港落上济。气象署提醒，水往方面豆豆啊落南，不过中部以北的民众今仔也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锋面持续在往南压的过程当中，其实锋面还是持续影响台中以北跟宜兰地区，相属还是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提醒这些地区的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瞬间强风跟大雨的情形发生的情况哦。整体的雨势比较趋缓下来，要等到今天的晚上之后，8点以后虽然是看起来没有什么雨，但是要提醒天气还是不稳定，有一些局部雨发生的情况。
气象署指出，今仔北部的温度因为这波锋面有较加挂，不过明仔载就会反烧，上高温可能会到30度左右，一直到拜六礼拜，全台湾的天气拢加真稳定，水汽较薄，温度也较悬。北台湾地区的话，明天温度就马上的回升到30度左右，主要是因为锋面远离之后的话，这暖空气就回来了。在22亿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各地的温度相对都是比较偏高的情形，台东要注意会有粉风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准备要进入涨水期，定定会有这款短时间内上大雨的情形。后礼拜也会有新的锋面接近，请民众就要随时注意气象署上新的消息。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锋面带来雨水，也毋过咱国内这水情线无啥乐观。目前全国21座水库有14座，这蓄水量是无到4成，其中有4座甚至是无到2成。水利署是讲，因为这雨落无介济，所以石门水库附近会轮流来压产。另外，德科管理局是要求大工厂要自动欠水6%。也那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目前是有供水的计划，也毋过这水库若要止水大，恐惊就要等到黄霜雨啊。拜四早起拄好是上班上课的时间，北台湾大雨一直落，虽然造成民众的无方便，但过小可会当解决欠水问题。到18早起10点前，翡翠水库集水区降水量超过1000万吨，会当供应大台北地区差不多4天的民生用水。不过目前国内水情正严，有立委是真关心台湾敢会有限水措施。我们相关的水的韧性计划不断的增加这个南北水的这个调动跟供应，那这个就是现在还在持续增加做力。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国内水情甲3年前8年做大换比较起来是无共，也是有陆续一寡雨水入来。因为拄好是大水期的尾声，会透过供水轮成的计划，稳定水资源的调配。点开经济部水利署的网站，国内21座水库有14座水库欠水量较无4成，其中有4座水库是比2成较少。台中的石冈仔坝9.6%，南投雾社水库19.8%，嘉义仁义潭水库18.5%，台南的北河水库17.1%。经济部水利署是回应会谨慎因应，多省水，那产业自主节水。那所有的抗旱的备援措施，由北到南，我们全都盘点过的。厂商到目前的执行状况都优于节水6%以上。厂商他们自己自主节水之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厂商都会加强使用这个再生水。因应水情无乐观，德科管理局的厂商已经先签水车合约做预防因应。另外，石门水库的灌区因为落雨无亲像预测遐尼济，目前采用轮灌。气象署表示，虽然方面小连续的报道，不过对水情的帮助无偌济。若是想要真正解决欠水的问题，恐惊也是爱听候5月到6月黄霜雨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绿竹笋是台南关庙的特产之一，也毋过今年因为春雨有落较少，这天气阁小热，所以即马已经4月中旬啊，绿竹笋线拢袂大，产量是大减。也那即个梅啊，即个嘛是共款，伫咧花期甲结果的时阵，若是落雨，这寒热变化也上过头大，所以共款是歹收成。农民真熟手将土挖复开，规粒的竹笋就会当办出来。伫咧台南关庙梁家这带，绿竹笋栽种的面积超过500公顷，不过因为今年春天较欠雨，产量大减少。我们是有在灌溉，灌溉的就还好，有的是没有灌溉，没有下雨的话，它就不会湿润，不会湿润，它就不会长笋子。因为今年春天的雨量较少，天气较热，竹笋的采收期延后，目前是正常挖竹笋的时期，煞无竹笋通好挖，产量减少一半。没有雨水，所以今年笋子没啥笋子。以往到货量大概都2、3千嘛，这个时候大概2000多、3000左右。那现在目前到货量还不到1000呢。因那每年的梅啊嘛是同款的状况，伫咧树仔顶的梅啊，因为欠雨水生袂大粒，也未采收着落甲规土骹，而且真正伫咧开花甲凋果的时阵，拢有落大雨，趁高温等等的天气变化，互产量大减少。农务单位嘛去到现场来会勘了解损失的状况。去年是结实累累。一直都没有下雨，太过干旱也是百年干旱。去年梅子就长不大，跟花生米一样大而已。今年是
那个果粒是比去年还大了哦但是很少，整体来讲，每岭大概是2至3成左右了哈。收成减少，一般来讲价销拢会称悬。不过目前竹笋的产地价销一斤大约80-90块，而且供货量减少，也阁受到有机心理的影响，目前是无解日期。面对这款的极端气候，农民看天食饭嘛是真无奈。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4月19日时阵通过初审，针对立法院这款刑事法，若袂赢立委是有优势，想要拼伫总统就职进前来通过法案，互赖清德未来爱去立法院报告，而且阁爱随问随应。民进党团是来批评讲，这若袂赢联手，就是按算要伫朝野协商的时阵，杀到民进党团的版本。关系到国会改革的立法院一款刑事法修法，15日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占优势之下，强势初审通过南北版本，全数条文保留，直接送到朝野协商。民进党团反击，民进党立委郑嘉彬18排审家己提案的版本，也阁有国民党卢玉玲、郑天才、洪小玲等人提案。不过国民党林书明提出并案协商，民进党吴思瑶发声讲，无任何法案应该互放掉。今天的议程啊，我是认为说在程序上没有什么正面的效益，法案已经向前推了。我们还新增了2个章节名，所以连章节整个职权行使法的章节的排序，这个法律秩序又大不相同。林书明认为这件代志袂使讨论两解。吴思瑶表示，国民党的版本干那14项条文，民进党的版本有24项，坚持逐条讨论。也若拿683党的国会改革法案，分别有争差。南北提出立法院听证权、调查权，另也是就特定的议案行使调查权。另外，南北要求总统国情报告，而且爱随问随答。南也阁提案刑法表示国会，民进党团拢反对。郭建明直接讲，南北联手抗白，目的就是为着赶伫5月20日进行通过。杨博很清楚啊，35年以前要通过嘛，要找赖清德来担任总统来做国情报告，要即问即答嘛。还有书面报告，这可得吗？这违宪的嘛！说谎官员要罚啊！这是2016年民进党版本里面的，可是我不懂为什么2024年版本特别把虚伪陈述拿掉。我们现行上并没有对这一方面有做规范了。民进党心中他们在意的，从来就不是立法院要怎么建立规矩，从来关心的就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针对于政府立法院长的投票，南北拢支持徛名投票。民进党是提出强化国会交通安全，完备党团协商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好，来关心的是，这个桃园连续3天大规模失电，影响上万户。市长张善政是批评这能源政策无路用。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主要是设备坏去，唔是欠电，大家爱就事论事，千万唔通乌白看。透早我要8点的时阵，桃园市阁传出失电，这个是龙潭区中正路、中兴路迄口里啊，还有三林里、大白里甲民友路，拢发生规线跳起。分别造成5332户、4605户，又阁有10万户停电，台电是派人赶紧去修理。那用电用多就会担心了。早上我们就做事做一做的时候，它就突然整个灯关掉熄掉了。如果一直跳电，就会很不方便了。桃园连续3天发生大规模的停电，这桃园市民是真不满，拢去蔡英文总统的人面前闹话，批评桃园又阁停电啊！要起电钱，阁要停电，这是虾米款的政府？经济部长王美花嘛去互立委质询有关桃园大停电的代志。桃园是配电的设备坏掉哈，跟供电的系统没有关系。那张善政说能源政策荒腔走板，有这件事情吗？桃园的这个事故哈，跟供电完全没关，所以我想大家就事论事。上会的能源政策有问题，让台电的财务不健全，让它整个系统维护着这个整个基础设施都没有办法做到位。桃园市长张善政嘛批评讲，台电小连线的事故已经不是单一事件，是系统性的问题。呼吁赖清德新政府一定要好好面对过去8年蔡政府乌鲁无齐能源政策。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要来关心的是一岁的查甫囡仔凯凯和伊的年母虐待死亡的案件。北检即卖是照这个虐待儿童妨害身心发展致死等罪来起诉姓刘的年母姊妹仔。这桩案件会由国民法官来共同审理。也那离福联名这个姓陈的社工即卖是犹搁咧侦办。民团是认为讲，除了司法爱行因公道，更较重要的是爱预防这个虐待囡仔的案件再度发生。凯凯案惊动社会，北检侦办姓刘的年母姊妹仔涉嫌甲1岁查甫囡仔零知识，18侦查终结，依照凌虐、儿童妨害身心发展致死等罪嫌起诉姊妹仔。这案会由国民法官共同审理，相关的证据甲具体的求刑会伫审理程序当中提出。因那2号联名姓陈的社工的部分是另外一案侦办当中。刘姓被告2人均提起公诉，所犯罪名为刑法凌虐儿童致死罪、成年人故意对儿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成年人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罪。以上2罪，并应依儿权法规定加重其刑至1/2。因为被害人是未成年，依据儿少法还要再加重其刑1/2，因此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律师也进一步说明，因为本案会由国民法官来审理，为着避免让国民法官成立为主的观念，检察官未对量刑来表示意见，也未先对外公布证据。民团是认为，除了司法行公道，更较重要的是爱安怎预防虐待囡仔案件发生。最主要是制度吧，还有一些有关单位的权责问题吧。每个人都像踢皮球一样嘛，反正出事情丢给其他人来负责，这样就好了。对，司法是必须要给孩子一个公道，这是最后的一个公道。但是它的意义只是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难道我们只能每一次来要求凶手的重判吗？为着避免遗憾的代志一再发生，王美君表示，4月27日要上凯道一会，提出4大诉求，对规个系统进行检讨，希望由中央来组织，启动跨部会的联络，建立10层的绩效保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东洋药品咧，甲德国 BNT 疫苗讲代理的时阵，结果互人亚康讲有内线的交易。这士林地检署认定前总经理施俊良等14个人是牵涉到刑法背信罪、甲证交法内线交易等等，所以落尾是依法提起公诉。是被告等之犯罪所得，除于侦查中经查扣及缴回。共16535万元外，其余上亿元之不法所得，亦均依法申请法院宣告没收，以彻底剥夺犯罪所得。东洋药品在2021年的时阵，互检方以违反证交法来收拾。侦办期间，佮查到这个施俊良涉嫌用假的发票来走税，甲公司的资产拢空甲要大。今仔日甲施俊良等14个人提起公诉。这个案件不法所得有3亿外，要未录回来的钱，检方已经申请互法院来甲查封。另外，伫爱河边的高雄国宾饭店，去年1月是停业，即马当咧申请改建，未来是会新起2栋5层楼悬以上的大楼。即马环保团体是质疑讲，这项改建案伊申请的补助可能是无符合资格，而且咧，佮加上附近这土坝液化，若阵污落去，附近的徛家恐惊是拢会受到影响。这开发单位是表示讲，有听到居民甲专案委员的意见，所以下个再来讨论。居民甲环团透早就来到高雄市环保局的门口，趁市府18要召开高雄国宾饭店的铁路改建意向说明会进前，要求市府甲环评专案小组爱公开国宾饭店的危楼鉴定报告。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呢，才30，低于法定危险的标准45，所以它是安全的。但是在2年后呢，他们要申请危老奖励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它的危险系数飙高到65.7。无到3档，高雄国宾饭店的结构评估对安全变作危险，会当申请危老定建奖励，容积率对原本的840%提悬到1142%，互环团质疑不当申请，也互居民烦恼改建了后周边交通的问题。国民街从河东路到四中路只有短短130公尺，要挤进
750辆加上500辆，总共1250辆的车子要在那边进出。除了交通的问题以外，因为国宾饭店安顺由大陆建设改建做58层甲52层2栋的住商大楼，不过当地是土壤异化的危险区，居民就烦恼讲施工污地及污地下室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问题。地下室开挖期间采用自动化评测，跟主席来报告，我们现在就是用自动化的一个监测的系统。高雄市府表示，国宾饭店的规划订建申请无问题，专案委员也要求开发单位继续和居民来沟通。提升立建筑的设计等等，因那开发单位嘛表示会将委员甲居民的意见查回去研议。记者综合报道。半导体制造公司科林集团因伫台湾的子公司泰洛斯，顶礼拜是向要求中立的120位员工5月开始，就要去到大园的仓库报到。这员工讲，若准无同意，头家就会甲因算讲是抗职。即马这项措施因为是无甲工会协商，所以员工真不满去到劳动部申请。也那劳动部是回应讲，会请桃园市政府量早来安排调解甲沟通。新年年，台湾政府有无法度？大声发口号，爱政府较强硬的，好好处理美商公司的劳资争议。因为全球出名的半导体制造公司科林研发集团，伫台湾的子公司泰洛斯制造公司，车牌向要求中立厂120位不留的员工，5月开始爱到大园的仓库报到，若无就以抗职来处分。虽然公司提供补偿方案，不过是每工115块，有当得才有，也无算入工资，引发员工的不满。因为进前无甲工会协商，18到劳动部申请。公司它虽然有提出补偿方案，但是它的补偿方案是1天只给115元，有出勤才有，而且没有列入工资计算，3年之后就会取消。尖峰时间来算，一趟大概我们就要多45分钟，那这样子上下班来回1天就要多1.5小时以上在交通上面。那很多同仁当初来泰洛斯工作，都是因为本身他就是在中立这边居住嘛。工会认为讲，真侪员工就住伫中立，才会选择来泰洛斯工作。方便照顾厝内人，公司无沟通，就强制员工对中立搬到大园上班，等于是一天爱加开1点钟半，伫交通通车顶面非常无方便。因为安尼向劳动部申请，希望政府斗3工，要求公司提供交通车来回路程应该用加班来计算。若是无接受的员工，也应该提供较好的离职方案。事业单位调动劳工，原则上都要符合劳动基准法第10之1的调动规定。好，那这是最低的一个规定啊。如果今天调动劳工，也应该要考量对于他还有他家庭所产生的压力和负担。劳动部认为讲，资方应该向劳工工会协商提供合适的补偿，避免争议扩大。也强调，桃园市政府已经受理工会调解申请，会请市府赶紧安排调解，协助劳资双方的沟通。劳动部也会斗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法律是规定20岁才会当买婚，国建署委托消基会伫去年7月到11月这段期间，请高中生的制服去点头买婚，调查这个业者敢会确认因的年岁，结果所发现讲有3成的业者无看证件就甲婚卖互因，其中这违规比率上悬的就是槟榔大。去年3月2日，婚害防治法甲禁止结婚的年龄为18岁提悬到20岁。国建署去年7月到11月，委托消基会的人员请高中学生的制服，加做学生买婚，调查业者敢会要求查证件确认年岁。结果有3成左右的业者无看证件就直接卖婚给因，内底以槟榔大违规比率上悬有4成3。那未来我们会强化，希望能够透过地方卫生局跟卫生所，那因为他对在地最清楚，那哪一些新的一些卖点或者槟榔摊里面能够加强来做宣导。我们到各个县市去，我们还会去针对刚刚讲的那个有关那个烟品的图文警示的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针对这个禁烟的地方，就是有些禁烟场所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吸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针对这部分我们还是会做继续的一个调查。国建署表示，根据研究，囡仔愈早结婚，成年以后成功改婚的比率就愈低。
去年违法被混合未成年人全台计共处罚112件，罚款超过103万。长期关心青少年的民间团体认为，爱青少年主动拒绝结婚，就要去健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男生的拒烟率会比较低，也就是我们常讲，就是抽烟跟那个同侪的因素影响是大的哈。为什么这些孩子需要抽烟，需要电子烟？那他们的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了？戴小明认为，少年家较要以人际关系，朋友牵得就去，通常是朋友小少就结婚啦。所以建议除了爱落实点头未婚进前爱问年岁、看证件以外，针对青少年结婚，敢会是因为生活压力、人际关系，致使因有结婚的需求，嘛是未来爱重视的面向。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要买土地，就爱真细腻啊！即马全国列管有受到污染的土地，大概是有400地。环境部是提醒民众咧交易土地进前，会当透过土地登记的成本，也是上网去查，来了解这块地敢有受到污染，才袂讲开一条钱来买土地，煞个加了一笔去整理污染的问题。用较少的介绍买到法院拍卖土地甲厂房，民众买到才知影，原本只有废弃物处理场，外口顶一堆受重金属污染的土。经过环保机关检验，土巴已经互人污染。新地主无细致买到，虽然毋是污染的行为人，所以爱开上千万，担起污染整治的责任。采取用土壤污染离场的方式去进行改善，实际上支付出去的改善费用就可能会达到1000万元的等级，相较于它购地的成本，几乎都是数以倍计以上。土木甲地下水若受到污染，爱依法整治。目前国内污染控制甲整理场址超过400笪，其中污染较严重的整理场址大约100笪。环境部表示，受污染的土木会当透过移除、并土来处理等方法整治，不过就爱开上千万甚至9亿。若地下水嘛受污染，爱开更较长的时间来处理。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的统计啊，那你一个污染的土壤受整治都是要4到6年，如果你牵扯到地下水，至少要6到8年的时间，牵扯到地下水那更需要更长的时间。环境部表示，要卖土地也是包括土地，一定爱先上网调查，敢是列管的污染场址，或者是地质成本资料，敢有订到污染控制也是整治场址，而且一定爱到现场去看，佮爱咨询专业意见。若无细致买到污染的土地，爱担起整治的责任，实在是头毛来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罗西亚4月17空袭乌克兰北部的城市切尔尼戈夫，造成17个人死亡。另外，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是报讲，俄乌战争以来，罗西亚军方已经有超过5万人死亡。看到远远所在乌烟瘴气，为电车内乘客感觉唔着重，甩起飞弹飞过头壳顶。乌克兰北部都市切尔尼戈夫正做俄罗斯上新攻击目标，17遭到轰炸，有人死伤。Наложим турнікет. Він повинен жити. Нам живий потрібен. 乌克兰官员表示，有几粒飞弹拍中市中心，关键机操设施甲病院受损。俄乌冲突之前，这都市人口30万，这摆攻击是这几礼拜来上地面一摆，为建筑受损，个人受困。地方人员呼吁各界赶紧来关会。Всім надається медична допомог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友紧急提供防空支援。佢表示，若全世界对打击俄罗斯恐怖活动决心有够坚定，安尼代志都袂发生。最近，伊用3月17俄罗斯空袭摧毁基辅附近的特里皮利亚热电厂事件，表达乌克兰的处境。У нас закінчились всі ракети, які захищали Трипілля. 为俄乌冲突以来，俄军伫乌克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万。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用所属的记者独立媒体网站甲志刚等统整了后的数字，也比莫斯科当局自2021年到会，甲即马为伊公开承认一摆公布的数字悬出8倍。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阿拉伯地区落75冬来上大的大水雨，24点钟来到落254.8毫米的雨量，这个雨量是有史以来上济的记录。杜拜机场也因为淹水，真侪航班晚分也是取消，这旅客是拢调伫机场超过1天。这场大水雨也造成当地有19个人死亡。这杜拜机场关门2点钟了后，即马是渐渐恢复。落大风、透大风，机场的班机被迫延误，也是改降，跑道直接予水淹去。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昨日开始下大雨，扰乱全球第2无用的杜拜机场的航班。拜三差不多有290台航班被迫取消，另外有440台班机因为安尼延误。I'm not able to get through. I'm not able to get through. It's a total difficult situation. I'm trying. I want to go home. 外界质疑阿莲最近是毋是伫进行人造雨解决欠水问题，才会致使即个大雨灾情。不过当地气象单位否认有进行人造雨，机场内真侪旅客拢滞留，有一寡人已经等超过24点钟。杜拜机场拜三关2点外钟了后，才慢慢恢复运作。沙漠气候的杜拜4月份平均的雨量敢若个位数，不过为拜尾仔开始，雨道路无停，欠缺排水系统的道路开始淹水，一寡车拢浸伫水内，而且到拜日早起雨搁较大。阿联国家气象中心指出，当地24点钟降雨创下有纪录以来新高。هي من ناحية التاريخية لأن أول مرة يعني من تقريبا 57 سنة تسجلت عندنا كمية أمطار 254.8 خلال أقل عن 24 ساعة. 大雨嘛侵袭沙特阿拉伯甲巴林，一寡汽车互大水淹去。阿联是去年 COP28 的主办国，进前就捌警告全球暖化可能会致使大水灾情。学者嘛指出，认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将有可能互阿曼甲杜拜定定落这种致命性而且有破坏性的大雨。As the world warms with climate change, weather is going to get more extreme. That's what scientists keep saying. They've been saying thi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自从工业时代以来，全球平均的温度已经升高1°C。科学家警告，除非世界各国开始大幅度削减碳排，按来无温度也会继续升高。极端天气恐惊会更加接发生。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美国波音航空这回的问题还未解决，国会举办听证会，这举报的人就是波音的工程师，伊毋但是点出无安全的所在，佮讲家己受到头家不当的驾驶，也那这波音是表示讲当咧改善灰案。波音灰案流芳真济，举报人波音工程师萨利普17日听证会表示，互头家电话嘛40分，连台各方插破，因为伊提出公司的飞机有安全记录。萨利普伫波音有17年的经历。萨利普顶礼拜伫接受 NBC 专访的时阵指出，波音787模范客机有重大安全记录，应该随停产进行检查，若做无解决目前安全问题，飞机有可能伫飞行途中向落来。I found gaps exceeding the specification that were not properly addressed 98.7% of the time. I raised concerns internally. I was sidelined. I was told to shut up. I received physical threats. My boss said I would have killed someone who said what you said.主持听证会参议员布鲁门塔表示，会调查这件代志。有愈来愈侪指控显示，波音的安全文化甲做法，让互人无法接受。先后会找波音高层举行进一步听证会。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台新型波音737 MAX 9客机起飞了后，部分机身崩溃。当时乘客虽然逃过一劫，不过刷来是几落千航班取消。波音飞案互人质疑，一直伫接受调查。这个前波音737 MAX 8，伫2018-19年飞机落来时阵夺走346条人命，还佫停飞737 MAX 8。这届听证会另外一个举报人是737 MAX 生产线资深经理皮尔森，伊讲伊早就几落届提出警告。I'm not surprised.Because nothing changed after the two crashes. 萨利普嘛指控波音的安全状况，那亲像伫算俄罗斯灯盘，危害乘客性命。永远唔知影事故什么时阵会发生，会伫倒位啊也甲安全发生。波音公司伫听证会后表示，知影还佫有真侪工作爱做，当日公司内部采取行动，也严格禁止报复的行为。为1月以来，员工举报的案件大增加500%以上，显示公司建立一种唔惊人压空，这方面是原来有进步的。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联合国公布2024年世界人口的报告，结果发现讲部分国家这女性有生的时阵，也是讲生囝了后，这死亡率是愈来愈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黑人甲产车的妇女这医疗资源有加较欠缺，另外这国家之间无平等的现象嘛是愈来愈严重。
这几年社会健康状况正受重视，联合国10次公布的世界健康状况报告，就特别针对这点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为2016年以来，部分国家的产妇死亡率一直偏悬，其中就英国甲美国，主要原因是黑人甲产前妇女得到医疗资源是较少。This concerning trend applies to countries across the economic spectrum. Even in relatively wealthy n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 failures in medical care for Black women who are 3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giving birth than their white counterparts. 这报告是联合国人口基金部门为1978年以来每年拢会发布的报告。今年172项的报告追踪真侪领域进展，其中有少女有新的比率、艾滋病感染率、家暴立法、甲妇女得到避孕措施。其中伫产妇死亡率方面，有互人真烦恼的发现。最近战争甲冲突，互大港500例本来应预防的产妇死亡，而且国家之间无平等也愈来愈严重。非洲女性比澳洲北边的死亡率悬出130倍。A woman in a country with a fragile health system is 130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complications than a woman in a country with easy access to emergency obstetric care. 联合国人口基金也呼吁对性甲生殖健康进行新的投资，搁改善性教育，防止性别的暴力。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在地消息，2024年宜兰东湾节7月初6伫东山河的清水公园来举办。县政府最近是开始咧找工读生，结果所发现这名册都互人提去开另外一个假的卖种业，这县政府是呼吁民众爱注意诈骗。高东湾节卖种业开，市站的人数算是真少，嘛无用过活动的相片。原来是有诈骗集团偷用东湾节图成立假的卖种业，想要让民众加入在社群了后，来骗民众个人的资料。如果民众没有仔细看，其实你会有点没办法判别。是，除非你是会从按赞数，就是民众，除非你会真的是去注意到你的按赞数跟贴文。县府文化局的人员表示，今年的东湾节是7月初6开播，假的卖种业煞写7月初1，因为诈骗集团偷用今年东湾节形象图，若无详细看，真好看出差别。最近才发布招募东湾节工读生的信息，假的粉砖就随地咧发布，还佫讲加入在社群提早报名，会当领600块的礼券。就是他提供的说，可以登记啊，抽大奖可以领600块。那我们一般同安节，我们是属于宣导哈，那不会有主动的这件事，而且今确实这个也不是我们同安文化局所发送的哈。县府文化局提醒民众爱注意这种的假信息，报名工读生只要写 Google 表单的资料，唔免加入咱的社群，已经向警方备案，或假的粉砖会当摕落来，避免民众互骗去。诈骗的这种网站其实蛮多的，而且加上其实也见怪不怪啦，就是大家就还是应该要提高警觉。你找任何工作，其实你应该都要谨慎的去思考。目前也无民众因为假的卖种业防诈骗造成财产的损失。不过县府文化局也是提醒，即马网络发达，假的卖种业、假的信息是世界洋洋花。东湾节相关的资讯也是爱以官方的卖种业为主，而且要谨慎判断，唔通去用赚大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头边坑的溪水，今年1月到3月拢有大量鱼仔死亡，因为尸体佮验到氰化物，所以环保局是无排除这是水源有电鍍的工厂偷排废水所造成的。目前已经查到12个业者。环保局稽查人员伫电鍍工厂收集水样，准备送检。因为台中市头边溪立民桥附近的河川，伫3月底时出现大量的死鱼仔。民众怀疑是水头的电鍍工厂偷排废水所致，环保局随成立专案稽查，发现有不少业者违规。它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不是有妥善的操作？那稽查同仁也会针对污水处理设施的每个单元去查核它操作的情形，是否有其他的管线特殊的不当的统槽，那来这样检视它现场的操作是不是有妥当，甚至是做采样的部分来用数据去验证。环保局表示讲，今年头边溪发生2摆的大规模鱼仔死亡，2摆尸体拢验到氰化物，因为部分电鍍的制定就要加氰化物，所以针对头边溪水头有用氰化物的业者进行稽查。其中12间因为金属废水处理流程无按照规定，已经依照水务法罚150万，其他也要稽查的业者最近卖完成稽查。会每季定期监测，这是全台湾首次。我们定期监测河川
采耐氢化物的浓度、背景浓度。那第二个，我们要再强化这些没有装水管架的电镀业者，我们会在强力稽查。要唔那一摆的专案稽查，环保局强调讲，接下来针对大甲溪、大安溪、乌溪这3条台中主要河川进行定期的氰化物检测，也高污染的事业24点钟检测漏水，目前已经有97派金属表面处理业者有到检测器，剩下3派业者会继续加强辅导。记者台中报道。动保团体出面来抗议，讲林业署改良的山地调，虽然讲这打的帮有较细，也毋过根本就无法度去防止其他野生动物来钓着陷阱，所以批评无做好管制甲监督，要求要单核署长。扮演乌熊的动保人士卡中着林业署改良过的山地调，倒伫咧涂骹疼甲哀哀叫。这动保团体拜三来到检测院头前抗议，这支林业署改良式的山地调，虽讲打帮的范围有较细，毋过根本就无法度防止其他野生动物中陷阱，要求林业署全面禁止使用蜡具。这样子非人道、残忍、无差别捕捉的残忍猎具，造成野生动物及一般动物的伤亡危害，而且更衍生出像这样子看到野生肉品泛滥、产业链猖獗的现象，偷猎的这些的肉品流到一般的卖场，流到一般的家庭，流到我们的身边，成为我们要吃下去的食安风暴。那我们需要在这个第一个时间谴责林保署，他没有控制这样子的山肉横行和肆虐。另外，动保团体嘛，伫面车社团甲一寡网络平台发现讲，毋若要遇到违法的蜡具，甚至有人违法得卖果子肉、背刺等等野生动物的肉，看到实在惊人。动保团体批评林业署毋若无尽到管制非法蜡具的责任，佫竟在非法拍蜡和山产产业链伫咧网络出现，即寡野生动物的肉嘛可能有食安，也有传染病的风险。因要向检测院定前提出单核林业署署长林华庆的诉求。如果有野生动物保有这种高风险的病毒，经过跨物种而传染到我们人类，那到底林保署你是不是要负这个到时候有新冠肺炎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以上这几个理由，我们希望要弹劾林保署署长。另外，针对原住民拍蜡文化违和，动保团体嘛补充说明表示，真侪6年学校拢有在教人用传统的蜡具、用白草扫的方式来代替杀伤力较强的山地调。动保团体认为，要维护原住民传统文化，应该有更较好的方式。后续动保团体代表入去到检测院，甲陈情书交予检测委员，希望主管机关林业署要尽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受到地震影响，即马花莲甲台东观光业是一直咧了钱。业者讲，就连暑假嘛，敢若3成的人来订房间尔。这台东的观光业者是赶紧去议会တင်情，呼吁中方赶紧来制定振兴方案，互民众对花东的旅游会当有信心。30外个台东地区的观光业者做伙去台东县议会တင်情，表达花莲地震了后。台东的旅宿业受到苏花公路的损害，小连续航退房，团客无爱来，散客嘛减少，尤其是休热就要到啊。台东县热气球节旅游的大月，平均的订房率敢若剩3成，比往年有甲8成的订房率是减真济。烦恼长期落来会有饭店经营袂落去，希望中央甲花东看作是一体，提出具体进行旅游的方案。以往都有6成的订房率，现在只有剩下2-3成。连暑假也在退订，这样是很可怕的，影响到我们在地游览车接北部客人的生意。那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游览车的生意，大概目前最少都掉到6-7成左右。有业者表示，游客买来的上大因素是对地震了后的交通无信心，环岛的行程全部拢去用取消。不过，有业者认为讲，政府颠倒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发展而且补助哪些公路的旅游。透过海陆的接驳，提供另外一个花东旅游的选项。可能大型的邮轮没有办法，但是中小型的邮轮应该它有机会来克服有关苏花公路大家没有信心的这一段。中央如何来协助我们，尽快来把这一段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就能够为台东带来更多的旅游的客人。官府表示，今年休热开8000多万举办的热气球节活动，烦恼会受到冲击。不过，已经有透过各种影音宣传的管道，
对外宣传台东旅游的安全。不过也是会向中央传达台东观光业者的心声。在台东了后进行旅游的方案内底，把花东看作是一体，做伙来复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寮81期是当地头一个公办的中卫区，是以客家为主。即马市政府是要伫遮起5个特色的公园，其中有4个已经完工。透过公民参与讨论，要设计无同款的主题特色。也毋过，这维护费也比传统的公园要搁较贵。囡仔伫公园耍沙耍甲真欢喜，这是高雄大寮81期上线公园，嘛是大寮头一个公办市地中化区。因为这客客较济，市府规划5座公园，目前4座特色公园已经启用，其中2座有无共游乐设备，适合所有年岁囡仔来耍。要公园是地方地绿地为主，会当降低落雨期间排水压力。今天看到的包括2座公园，2个滞洪池，又紧邻着凤凰山。新公园拄起好，当地里长所烦恼讲，因为大寮遮加高饮水，未来若是拄着落大雨，卖惊讲排水系统无够好。因为这个地区以往是一个淹水的地区，起码都没下雨嘛，我们看雨季来了以后，它这个排水量是不是顺畅？高雄市这几年推动特色公园，市府按算拢总买起100多座，不过特色公园维修也引起讨论。民间团体是认为特色公园是较符合家长囡仔的需求，维修费本地就会较悬，认为市府应该按6个月定期巡检，设备专派去才修理，维修费本地就会较悬。那亲子来玩的时候发现说，这个秋千坏掉了，或者是这个溜滑梯破掉了，然后民众才打1999，然后去通报。那其实那时候，那个油具的破坏就已经会是非常严重。干部局表示讲，特色公园的维护费确实比传统公园加4倍，未来选用较用的优固材料，嘛会增加维护预算。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咱拢知影讲，这真侪点心拢有芳草的口味。这台湾英国的芳草叶拢是进口的。农业部对2006年开始就来研究芳草，即马毋但是种出着种的芳草豆仔叶，也要豆豆仔甲咱台湾种的芳草甲撒出去。看起来芳公公的泡芙是芳草口味的，而且伊用的是台湾家己种的芳叶兰，落去加工做出来啊。英国通摕来加工使用的芳草叶拢是进口的。不过农业部桃园农改场自2006年开始进行芳叶兰种植和加工的研究，也辅导在地农民豆豆仔种出咱台湾的口味，甚至得到国际奖3000的肯定。桃园农改场也专工找辅仁大学合作，整理出芳草叶风味轮。香草的风味本来就很多元，它具有风味的成分可能高达150种以上。那风味轮是帮我们厘清它的味道是比较偏向哪一个方向。我喜欢香甜味的台湾香草荚一定是首选。受到桃园农改场辅导的屏东芳叶兰园主表示，伊种芳叶兰差不多5冬的时间，一直到第4冬，真无简单才照顾甲开花。今年采收已经有1800公斤，毋但得到国际奖3000的鼓励，也慢慢有业者会含因直接。最近已经慢慢有一寡业者，阮互因试用了因看阮的品质真好。慢慢已经咧互因有咧采购啊，甚至日本的商社嘛是有来咧慢慢咧接触。农业部表示，即马国产的芳草叶大概占台湾规个使用量的2/3，望以后毋但通继续提升咱在地使用，也爱外销。不过因也承认，若要和国外竞争，目前上大的困难是栽培的成本。因会阁继续改良较适合台湾种植的品种，提升产量，互咱的芳叶兰慢慢行出台湾。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晡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2度到2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是28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
外岛地区19度到29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